其實感受好好嘅，呢個係我哋中國傳統嘅一種水墨，咁有一種又有少少油畫咧。人與自然，其實呢個世界我哋最緊要一樣嘢即係人與自然共享，咁我覺得呢樣好重要。咁我又中意影相啦，咁所以睇完呢個畫之後咧，更加俾我有好多唔同嘅幻想空間。咁我平時咧都好中意睇水墨畫啊、睇油畫咁樣嘅，咁尤其是水墨畫。咁睇咗之後咧，嗰種留白咧係可以俾你有一種唔同嘅幻想嘅空間，即係好容易進入咗我幅畫入邊嘅世界。因為我全世界都去好多唔同地方影相，咁我亦都係企圖啦，將一啲全世界有啲人與自然嘅嘢咧，用我自己一種新嘅方式去創作出新嘅嘢。其實我細路仔真係中意畫畫嘅，咁好可惜咧，就因為一路都做嘢啦，冇時間啦，咁卒之咧就用咗影相嘅方式，去將一啲我自己想要求嘅影像咧影咗落嚟先。嚟緊咧，或者係以後咧，我就將嗰啲影像咧慢慢回憶個畫翻出嚟。考慮過自己開畫展啊？呢個遲一步啦，呢個遲一步。都有計劃嘅，但係遲一步啦。咁好似攝影書咁咧，亦都係嚟緊會創造緊一本攝影書。咁我自己就好中意花㗎嘛。咁我成日都講啦，My garden，即係我亦都希望我自己擁有一個花嘅家。咁雖然而家有一個細細嘅，咁但係我希望用我無窮嘅幻想咧，將我的後花園，希望就咁我可以利用我自己嘅一種風格去創作出嚟。我覺得創作最緊要，即係我哋喺個基本上邊創作啲新嘅嘢咧，我覺得先至係接合到呢個全世界。即係我覺得尤其是而家 AI，咁如果用水墨再加上一啲 AI，或者 AI 嘅幻想入邊又有個水墨根基咧，我覺得係一種幾好嘅一種創作。即係覺得有畫過，但係就唔係話好似嗰啲。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，重要嘅就係我用心去畫咗佢出嚟。因為睇到水墨畫多，睇得油畫多咧，可以令到自己拍嘅咧有多一啲唔同嘅角度，去將個角色演得更加深入。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我嚟講係要不斷咁進步，不斷咁學習。我亦都抱住一個永遠學習嘅思想去面對世界，去面對所有嘅朋友。